来看这嘉义县的新港文教基金会嘛来举办成长营的活动，邀请到伫个外县市读大学的新港囡仔，转来带在地学生来参加活动，增加因对故乡的认同感。带着参加成长营的学生囡仔来入捌基金会内底图书馆的服务甲馆藏。新港文教基金会为着要互在地国中生甲高中生会当了解家己的故乡，伫休热期间举办成长营，希望互增加学生囡仔透过学习提升能力。训练因会当伊的表达能力也好，还是伊的肢体活动也好，还是规划细节能力，会对参与活动的过程当中，会当建立伊家乡的这个感情嘛好，还是伊对地方的认同。为着要互参加的人增加对在地的认同，新港文教基金会邀请伫外县市读大学的新港囡仔，等来设计甲参与，要透过这个活动，唔但增加因互相的人际关系，嘛好等来带领对大学生培养表达的自信甲规划执行的能力。有学到新港的当地的特色，还有一些地名的由来。我感觉咱成长上大的所在是，咱会当伫足侪人面头前表达咱想要表达的内容，佮有互因合适到的物件安尼。这摆的营队是负责任的角色，所以我有学到要安怎分配工课，整理问题，啊，甲伊提出来，互这个营队更加的好。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，庄脚甲都市比起来，学习的资源甲环境拢无共款。透过成长营这个平台，唔但甲先辈后辈求互我，嘛伫传承在地文化的过程当中，互学生囡仔得到成长学习的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